日本自卫队增加外岛的军事部署，飞弹部队进驻石湾岛，防备中国的军事威胁，保强第一岛链。日韩关系升温，南韩总统尹锡悦今日下晡去访问日本，是两国领袖隔12天头一届去对方的国家访问。巴西东部外岛石头甘塑胶米，这代表人类塑胶污染已经开始影响地质环境，造成生态危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继续来关心咱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的外交危机。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昨日是指示外交部长处理甲中国建交的代志。但洪都拉斯的外交部是表示，因为台湾拒绝增加金钱援助，唔答应互因3亿的美金做引起水电站，所以因才会改想要甲中国建交。咱的外交部是强调讲，会尽力维持邦交，不过是袂用出钱的方式甲中国竞争。台湾甲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传出邦交可能发生变化。洪国总统卡斯楚透过 Twitter 表示，要甲中国建交。洪国外长坦白讲，台湾拒绝增加金援，是因要甲中国建交的关键。Hemos propuesto en todo este tiempo un cambio de la visión de la relación entre Honduras y Taiwán.Porque se había creado, si podríamos decir, un esquema basado mayormente en temas de donaciones y proyectos, que vale la pena decir, pues son de alrededor. 要甲台湾维持邦交，中国开出的介绍就是合建新帕图卡水电站3亿美金。不过卡斯楚并无直接宣布甲台湾断交，互人解读可能是对美国也有顾忌。前 AIT 台北办事处长包道格表示，相信美国捌阻止，应该是中国考虑精细，无亲像中国用心策划。美国参议外委会首席议员李启甲真侪个友台议员拢示警，中国揽中国的大腿，甲伊的空头支票是严重的错误。政府绝不会与中国进行金钱竞逐，同时也提醒中国政府切勿饮鸩止渴。外交部对于两国关系出现警讯，迄今仍努力维持邦谊。11月份。去年卡斯楚就职的时阵，副总统赖清德捌出席，将中国驻台大使谢拉是批评卡斯楚错误决策，会冲击当地真侪家庭，也佫打出卡斯楚甲赖清德伫中国会晤的相片。这个卡斯楚又佫伫讲白菜。中共的势力的这个扩张跟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这个是值得观察。相关的国安单位也必须要加强这个戒备，来去做相关的因应之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还颇有蹊跷。那这一件事情也还没有到最后的结果，我们还是会希望外交部持续的努力。甲中国邦交是毋是抑佫有改变的可能呢？外交部讲抑佫伫努力，不过总统蔡英文规划4月份要去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加贝里斯访问，无去洪都拉斯，外界是解读台洪断交危机，早就看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除了威胁咱的邦交，不时咧扰台增加军力，佫开始规个东亚地区的威胁。所以这几年，日本是一直咧增加因外岛的军事部署。日本今日就伫咧石湾岛设陆上自卫队，部署飞弹部队甲警备部队，是日本目前离咱上界近的飞弹部队。目前包含石湾岛，日本已经伫咧西南群岛设4个驻军部队，有离咱上近的乌那国岛、宫古岛，也有奄美大岛。除了乌那国岛，其他的3个岛拢有部署飞弹。乌那国岛未来嘛有机会会部署飞弹。根据学者分析，日本这寡军事安排会当保强第一岛链，若是台海爆发冲突，就当阻挡中国的军机甲军人突破。两化精神紧张因应中共持续扩张军备，日本十日离台湾敢若322公里的石湾岛开设陆上自卫队石湾驻屯地，人数差了570人。本来西南群岛较早互人当作空白所在，为了加强离岛防御，这是日本伫那国岛、宫古岛、奄美大岛了后，石湾岛是西南群岛第4位设屯地，目的向准中共部署飞弹部队、警备部隊、12式陆基反艦飛彈加03式中程防空飛彈拢會進駐。日は測れないはですね、部隊をしっかりと運営していただけるように、これからもまた行政も含めてですね、その連携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
また協力のほど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在南群岛的飞弹部队的强化，未来可能会成为中程射程地对南飞弹据点。学者分析，日本感觉中共威胁比俄罗斯较大，透过转移建立伫西南群岛部署飞弹部队，补足第一岛链的破口。台海发生冲突，会当协防，互强军南挺军机无法度突破。我们从第一岛链的距离就可以知道，一旦这些飞弹部署在这里，它就可以遏制说从台湾海峡到可能整个东海地区的共军的那个船舰的活动。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在这里部署等于是把日本跟台湾或者琉球跟台湾中间一个可能的防御空缺把它补起来。那时前美国国防官员甲学者共同示警，中共想要用3种路线并吞台湾，包括用白贼话说服国际社会接受和平统一，也是用强烈手段威胁，甚至直接用军事，呼吁美方爱断绝这个手段。欧盟印太特使提博斯也关心台海，表示欧盟鼓励会员国伫南海增加海军访问。外交部回应，台湾是印太地区负责任的成员，会持续甲欧盟等理念晚近的友伴深化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 YouTube 网络名人东国义和，去年当选参议员了后，完全无去开会，昨日是靠议会下令除名，正做头一个因为无出席互除名国会议员，而且伊涉嫌网络暴力恐吓别人，日本警方是今日正式申请拘捕令。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大港口一半以上拢是用中国製大型吊车，但是风声这款吊车互人按间谍设备，南韩的情报单位已经开始调查。英国《Times》报道，香港有2个查甫人对英国偷早骨了本，甲中国的政权比喻做野狼，甲香港人比喻做洋的囡仔册，互中港的国监处以煽动为理由逮捕。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全球30大银行之一的瑞士信贷，昨股价大崩盘，大落30%。瑞士中央银行是赶紧借瑞士信贷540亿美金，希望甲局势稳定落来。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共和党传统对抗强权的声势减弱，有机会要拼后一届总统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就批评拜登援助乌克兰。共和党内分往乌克兰的意见是完全无同。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今日下晡是去日本，是日本甲韩国的总统这12年来头一届国际会议，嘛是头一届去对方的国家访问。有日韩关系升温的象征意义。头一届日韩的领袖互相访问已经是2011年啊。2012年的时阵，迄当阵的韩国总统李明博是去访问有日韩主导争议的岛屿独岛，双方的关系恶化，就暂停访问。这届尹锡悦的访问注目的焦点，除了是化解中用港的争议，北韩的核武器威胁以外，嘛讨论经济、政治方面的合作。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就表示，这届双边的峰会有特殊的意义，代表讲两国共心要重新出发。看着会的手，南韩总统尹锡悦16透早就坐专机要去日本东京，甲伫日本的南韩人做伙食中昼，嘛要准备伫首相官邸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会谈。这是南韩总统参加国际会议以外，12年来头一届到日本领土，所以嘛，互外界看作是两国关系的新发展。第一届会谈进程，双方已经进行3天局长层级的会谈。南韩确定要向 WTO 世界贸易组织撤销对日本的提诉，日本嘛因此决定要启动定数，撤销对南韩的出口限制。在岸田文雄甲尹锡悦会谈的时阵，岸田表示未来愿意甲南韩用各种方式，继续进行领袖之间的沟通甲交流，而且强化伫政治甲经济各方面的合作。尹锡悦嘛表示，这届双边峰会希望会当改善两国的关系，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오늘 도쿄에서 기시다 총리님과 제가 이렇게 만난 것은 그간 여러 현안으로 어려움을 겪은 한일 관계가 새롭게 출발한다는 것을 양국 국민들께 알려드리는 특별한 의미가 있다고 생각합니다. 这日韩关系出现破冰前条的时阵，北韩16早起，一个为边境附近向东边发射一粒 ICBM 等级的洲际弹道飞弹，飞弹飞差不多1000公里，达到关岛6000多公里了后，最后落在日本经济海峡外口，被安怎面对北韩造成的区域安全威胁，也是外界关心尹锡悦这届访问日本的重点。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
南韩的三星电子要伫英国来去5座半导体厂，按算2042年进前投资7兆台票，打造全世界上界大的晶片制造园区。而且南韩的政府阁按算伫咧首都4颗里啊，去14个高科技产业园区，要甲因的半导体甲高科技产业冲起咧世界的龙头大位。南韩计划要伫个首尔大都会区打造全球上界大的晶片制造园区，要甲这个三星电子这的大企业来合作，伫个晶片、电动车这领域投资差不多550条韩元，也就是新台币213条。三星电子的发言人证实讲，要兴建5座半导体厂的营造计划，嘛表示讲会上步数来达成目标的投资金额。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宣布讲，三星的计划是政府要来促进晶片、显示器、会当充电电池、生物科技、未来车，还有机器人这6大重点的规个计划一步。而且，这个策略还佫是想要来分化税务优待，还有基础建设的支持，通来提悬晶片、面板，还有电池在内这高科技的竞争力。南韩总统尹锡悦伫15主持经济政策会议的时阵，宣布这项官民合作的计划。첨단산업은 핵심 성장 엔진이자 안보 전략 자산이고 우리 일자리와 민생과도 직결되고 있습니다. 최근 반도체에서 시작된 경제 전쟁터가 배터리, 미래차 등 첨단 산업 전체로 확장되고 있고. 新的园区会甲设伫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即马有的这个晶片厂，还佫有真侪间零件甲设备厂的附近，通互南韩成做全世界上界大的半导体聚落。南韩政府另外一个目标是要来培育出10间年营收超过1兆韩元的无厂半导体公司。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全世界拢面临通货膨胀的困境，今日就带大家来看北欧瑞典的情形。为着控制钱变薄的状况，瑞典是升利息升甲真凶，而且这个寒人瑞典的电钱嘛对得起，物价嘛一直起哩，好真侪人的生活拢出现困境。有一寡服务加油的机构，去遐要领免费餐点的人数拢一直在增加。1月底透早天也未光，斯德哥尔摩中央车头前已經有真侪人伫大風勢內面排隊，但要領要錢的棒。As you see, so many people coming here to the breakfast. During these 13 years that I run this non-profit organization, Homeless.Life, we never had so much people. 讲是社会福利真好的北欧国家之一，瑞典最近受到通膨的影响，造成生活成本的危机。经济学家讲，这危机一开始是受到俄乌战争的冲击，互能源和进口的物件价格一直起，但是受到客人一直落，通膨佫一直抢悬，政府开始起利息，或者侪人厝内负担变重，需要救济的人愈来愈多。Previously, we mostly saw persons living on the true margins of society. Now this has changed. Also, children with families, elderly people, people who are on sick leave, all are struggling to make ends meet. 虽然政府起利息起到安尼，嘛是无甲通膨压落来，这个寒人电价大起，互瑞典的物价一直起哩。Ägg och mjölk och smör och fil och yoghurt och sånt och grädde och sånt som man vill ha även till vardags. Ja, är mycket, inte dubbelt så dyrt, men det har ökat säkert 50%. 为了摆互2位数的通膨，佫一直起哩，瑞典央行讲，今年4月佫要甲目前3%的利率佫一摆调起1码还是2码。专家烦恼，因可能比其他欧洲的国家佫较早经济衰退。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来看天灾消息，形成几个月也要散去的热带气旋弗莱迪，已经造成非洲东南部的马拉维有225个人死亡。另外，2月初受到8年大地震苦难的土耳其，即阵是佫撞到大水，有几60个逃过地震，暂时住伫咧废弃厝的难民，即阵煞未赴逃生，互大水冲去。桥面就像吹气的饼共款断去。土耳其东南部瓦金叙利亚边界的几个城市过拢是安尼，互人惊吓国民。2月初的8年大地震，造成48000人左右死亡，部分逃过一劫的灾民，因为无依无靠，暂时住伫废弃厝避难，煞伫这场大水中失去性命。
挂电引用的官方统计显示，在区2个省伫24点钟内落雨量分别达到111毫米甲136毫米。也阁有气象单位传来的歹消息显示，遮尔惊人的雨势也阁会继续到这个礼拜六。南美洲国家秘鲁是拄到暴风侵袭，虽然无传出重大死伤，也毋过受灾地区瓦近首都利马，引起政府高度重视。Lo más cercano que ha estado ha sido entre 450 kilómetros. Actualmente está cerca de los 800 y el desplazamiento está un poco más al sur-oeste. Entonces, de acuerdo al escenario más crítico que ha hecho el Cenami, 根据官方统计，利马市7个灾区内，拢总至少有100栋厝因为暴风雨毁掉了。镜头转去非洲南部的马拉圭，扫过当地的暴风，带来除了是吹降雨，也有严重的土石流灾害。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讲，真侪罹难者是予土石流活台，也是因为徛过倒去煞来死亡。马拉圭政府除了搭建30个临时避难所，有计收容2万名灾民，也宣布刷落来2个礼拜全国为死难者哀悼。公司新闻七家真编译。巴西东部的特林达迪岛是全世界上重要的石鼓保育区。不过最近所发现岛内的石头含塑胶米，这是代表讲人类的活动甲塑胶污染，拢已经开始影响地质环境。岩石中夹着塑胶网，有的是甲绿色塑胶物质完全融合。巴西东部外海的特林达迪岛是地质特殊的火山岛，长期以来吸引科学家前来研究。即马所发现夹着塑胶残骸的岩石，当地生态环境有进步。Que são provenientes principalmente de rede de pescas, né? E esse é lixo muito comum nas praias da Ilha da Trindade, que chegam pelas correntes oceânicas e se acumulam na beira da praia, através de processos de aumento de temperatura. 这几年科学界对人类世的概念，拢有讨论，记的就是人类活动会当创造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也是人类半摄地球资源。伫地质记录上永久不灭的证据。巴西研究人员都借着化学分析试验，找出一寡插伫加热岩中的塑胶物质类别。因认为塑胶岩石出现，就是人类活动已经影响地质循环的证据。也毋过，特林达里岛唯一的人类居民都是巴西海军，因伫岛上建立基地保护做受的青海龟。E o local onde foi encontrado essas amostras é local de preservação permanente do Brasil, né? No Parcel das Tartarugas, que é a próxima área de maior desova de tartaruga verde do Brasil. Tem uma biodiversidade única. 根据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巴西沿海甲西南大西洋有90%的细只青海龟去食到塑胶，长期尾可能造成死亡。特林达迪岛是全球上重要的青海龟保育区之一，当年拢有数千只海龟前来生卵。即马当地政府爱面对的煞毋但是食到塑胶这样简单，连地质拢充满塑胶物质，规个生态系统拢面临风险。公司新闻有眼编译。虽然已经网络音乐平台已经真普遍，不过真侪民众也是介意曲盘温暖的音乐品质。美国统计去年曲盘销售量是有4100万张，是头一届超过 CD。有袂少歌手咧出专辑嘛开始用曲盘。那阵的唱现场，搁着撩啊沙沙叫，这是曲盘特殊的迷人声音。苏果的风调，互咱会当搁谈到向当时的古早味。根据美国唱片业协会最近的数据，2020年美国的曲盘销4100万台，超过 CD 的3300万台。因头家看到这种情形。Like if you listen to music on vinyl, it's so different. You know, it has like this authentic, like kind of feeling to it, yeah, sound to it as well. So. 因为介意曲盘的音质。虽然已经收集超过250台曲盘，伊认为家己去唱片行更介意的曲盘，好好享受比按串流平台快速听音乐的过程，互伊更加享受，更较有快乐。这个男性的大学生，伊本身并无练这句，干那是介意曲盘的古早味兼艺术性的外形。It's the equivalent of like getting an artist's poster or like even an album poster. On your wall, except like there's actually kind of a little bit of a relic from the past, which is always, it's neat. 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
CDM 所谓下载事件了后，吸盘渐渐落车，连开唱片行数十年的头家，嘛拢料想袂到吸盘会东山再起。I mean, no, I've been witnessing that for a long time. Yeah, I mean, like 10 years ago, I wasn't like, you would come here, I would have one cabinet of vinyl, and that's it. There is CDs. But I started growing it little bit by little bit, and here we go. Vinyls are taking over, as you see around you. 另外一间唱片行的头家嘛，欢喜讲吸盘搁再事件。伊讲愈来愈多少年人来找39、50年代的音乐，而且这寡少年人甚至比伊搁较捌，互伊感觉接赞的。根据数据，今年实体音乐的收入稳定增加，2022年比前一年加4%，达到17.3亿美金，大约530亿台票。其中吸盘都占超过70%，而且连续12年拢有增加。嘛，因为市场哪来哪大 ，Adele、Terrace 甲怪奇比利这些大咖的歌手，拢有来出唱片，加入这波的新商机。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